喂，各位街坊提起精神，咁今日我哋同阿婆一齊估下，究竟係地震 KO 電詐，定係電詐 KO 你荷包？各位街坊朋友，緬甸發生咗場大地震，仲影響埋泰國曼谷同中國鄰近嘅地區，真係令人聽到都心笠。今時今日資訊爆炸，手機一碌就有幾十個消息彈出嚟，有啲人仲趁亂驚嚇你唔死，末日預言好準，超級餘震嚟緊啦，等等危言聳聽消息滿天飛。搞到人心惶惶，但係我哋最應該關心嘅，始終係災區嘅平民百姓，佢哋有啲家園盡毀，好多人生死未卜，真係陰公啊！天災無情，但係人有情，不如多啲同理心，幫手分享正確資訊或者支援救援工作，希望緬甸嘅災民可以大步攬過。我哋亦都要學識咗呢個資訊混亂嘅時代，保持清醒，唔好俾恐懼同謠言牽住鼻走。願天佑人間，大家平安。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，請先訂閱，以免錯過啲免費又幫到你增值嘅有用資訊。一有新片就通知你，記得分享我哋嘅影片，俾更多人學會你所知道嘅事。反詐組織證實咗，地震震散咗 KK 園區。唔好咁輕心住先啦，我哋特登上網做咗少少 research， 同大家分析下呢場地震係咪真係 KO 咗班電詐佬？定係佢哋只係休息2日，等網絡修好就再出動過呢？今次緬甸發生大地震，對當地嘅電詐行業可能產生多維度嘅影響，但係需結合實際嘅情況，例如震中位置、園區分佈、災後應對等，進行具體分析。以下基於歷史天災對類似非法產業嘅影響模式，我哋結合埋緬甸電詐行業特點嘅綜合分析。第一種影響，短期直接影響運營中斷，但係可能快速恢復。由於以下3點：一、基礎設施受損，電詐園區高度依賴電力、網絡同通訊基礎設施。若果地震破壞基站，可能導致短期內通訊中斷，迫使詐騙活動暫停。例如2021年緬甸政變期間嘅斷網曾經短暫削弱電詐業務，但係運營商通常有備用方案，譬如衛星網絡。2、人員流動混亂，災後可能出現園區人員逃亡或者趁機脫離控制嘅情況，尤其是被脅迫從事電詐嘅受害者。但若園區武裝管控嚴密，如 KK 園區等，可能迅速恢復秩序。3係執法真空期，災後政府資源集中於救災，可能減少對電詐嘅打擊力度，形成短暫空窗期。類似情況可能指當年2015尼泊爾地震之後，部分黑色產業利用混亂期擴張。第二種影響，中長期結構性影響咧，取決於災後重建與政治博弈。可能性一，經濟壓力加劇犯罪。若果地震導致緬甸經濟進一步惡化，地方武裝如猛拉可能更加依賴電詐收入維持運作，甚至擴大規模。例如2023年泰國洪災後，部分地下經濟轉向到線上詐騙。可能性2，國際援助與施壓嘅平衡。國際救災援助可能附帶打擊跨國犯罪條件，但緬甸軍政府同地方勢力可能權衡利弊嘅。若果外部壓力過大例如中方要求清算電詐，可能象徵性關閉部分園區，轉移焦點嘅。若果援助冇附加條件電詐可能繼續隱蔽運作。可能性3，園區遷移與分散化。歷史經驗顯示，犯罪集團經常利用災後重建調整佈局。例如2018年印尼地震之後，部分網路賭博集團遷至菲律賓。緬甸電詐園區可能向受損較輕地區如緬泰邊境轉移或者化整為零，轉作為地下窩點。第3種嘅影響對比3個歷史案例，天災後非法產業嘅韌性。2011年日本地震與黑市嘅經濟，災後日本黑幫好似山口組呢啲借救災滲透社區，同時維持非法產業。類似情況可能緬甸重現電詐集團通過提供物資換取地方庇護。案例2啦，2008年汶川地震同詐騙反彈，中國災後出現冒充慈善機構嘅電信詐騙，短期內案件激增。緬甸電詐可能調整話術，利用地震話題，例如偽造募捐、救災貸款等嚟提高詐騙成功率。案例3係2023年土耳其地震黑產遷移，敘利亞詐騙團伙利用災後邊境管控鬆弛滲透土耳其。
若緬甸邊境管理不善，周邊國家如老撾、柬埔寨嗰啲電詐分子好可能容易流入。第四種影響，關鍵變量同未來情景預測。變量一，中緬聯合行動嘅強度。若中方借救災合作強化跨境執法，如引導數據共享，可能加速電詐清理；反之，若緬甸軍方抵制，電詐將延續。變量二咧，地方武裝嘅應對策略。孟拉等邊境地方若因地震損失慘重，可能以打擊電詐換取中方經濟援助。變量三，民眾同輿論壓力。災後若果電詐阻礙國際援助，例如佔用通訊資源，或者甚至連救援人員都俾佢哋呃埋嘅話，可能引發本地民眾抗議，迫使軍政府表態打擊。結論，震盪後嘅適應性生存。緬甸嘅電詐行業咧喺地震後可能經歷短暫萎縮，但係長期去睇，其存續取決於地方勢力嘅利益需求，而非自然災害。災後重建期嘅權力真空同資金流動咧，反而可能提供咗新犯罪機會。要徹底解決電詐問題，必須緬甸政治經濟結構要根本性去變革，而非單一災害事件所能夠動搖。記住啊，天災當然慘，但係班騙子唔會咁啱，突然有惡報，大家咪俾佢哋有機可乘，一鬆懈就中伏。望真下今次地震對電詐有冇影響？大家繼續保持警惕。今集咧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有用資料嘅連結已經喺下邊資訊欄。大家想深入再探討嘅，可以去呢啲比較可靠嘅參考連結。記住，而家係資訊爆炸時代，唔好淨係掛住碌手機，更加要碌大雙眼。我哋下集再見。我誠意邀請你嚟我哋呢度輕鬆交流，讚好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 bell， 有新片第一時間會通知你。更加希望你大方分享俾你嘅朋友，等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齊學精啲。拜拜。